鏡頭轉來到咱國內，台南兩家地質公園有台灣珍貴的野生動物。不過最近這幾年，卻因為有龍洞狗去威脅到當地生態。最近是又閣發現有一隻拉里，乃像是去互狗仔攻擊全死亡，就連頭殼攏無去。台南社大新館翕到草坡仔內底有一隻真細隻的拉里，身軀閣光條咧，不過已經死去啊。互人更加唔甘的是，連頭殼已經咬掉。最近佇台南的林家瓦郡地質公園的大坪里附近，閣再發現一個保育類動物拉里，敢若互流浪狗咬死的情形，規隻看起來真恐怖。那像這種小個體，它的尾巴的保護力比較不足。除了遊蕩犬以外，那像這種放養管理的這種犬隻，對於像龍崎這種生態相對比較豐富的地方，它其實對野生動物也是有相當的一個影響。台南社區大學長期佇林家地質公園來進行生態調查，翕到真濟拉里，也閣有山羌仔這的野生動物。因過四界掃來掃去，野狗對這野生動物也產生真大危害。根據自動相機的調查，發現當地的這個野狗常常獵野生動物，也那拉里的救傷通報更加是一直稱懸。對此，台南市動保處講，生態敏感的所在所掠到野狗，絕對袂該放轉去原來所在，所以也佇人口佇飼野狗這所在加強來處理。動保處已將該區列為重點列管的生態敏感區，捕捉的犬隻一律不再進行回飼。動保處並與台南社大及里長建立即時通報機制，持續加強流蕩犬管制工作。這拉里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出有真懸滅絕風險的物種，台灣保護算真有成果。不過，由於受到流浪狗的威脅影響，動保處除了袂閣把流浪狗放轉去，也呼籲民眾好好管理厝內底狗仔，唔通亂放生，影響當地生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